教，我们就可以防止性骚扰吗？那我现在要大声喊，台湾人，我们不要就这样算了，好不好？来到华山的大草埔大声话，无党籍立委参选人吴美玲针对民进党前党工的性平案大力给口水。许家田访问受害妇女10大夸张言论的第6项，就是你可以利用午休1小时去华山大草坪手牵手练习大喊。这位受害妇女是狼选之人，但是这个党却护着狼。剧本照党演，党又重复演。民进党性平案继续在谈，吴美玲除了用行动炒热话题，希望代志会当红看中。另外，马来吉港选区的林赢对手吴派耀。我想问佩仪，也想问林非凡，就是当初你们怀抱这么大的热情来加入的民进党，那个初心还在吗？只要他党的性骚扰案呢，这个你们就炸锅，然后呢，你们自己党的这个性骚扰案呢就蒸发。对性骚事件的处理，一定是要调查真相，然后呢，不能有任何的姑息。那两女将伫咧中正网甲小结，国民党在地议员殷晓薇嘛面烂争取出战。小薇，都算。徛一排大社发动选，有2个组件和在地议长弱势团体陪同，殷晓薇举办世事大会。不过拿军伫咧中正网甲内真是战正烈，除了殷晓薇，台北市议员郭昭贤、张小平冇意思想要参选。我不会去跟同党的同事做比较。虞美人她的声量也好，对蓝绿都是杀伤很大的呀，她是一个很棒的参选人。虽然拿军人选也未定案，不过落尾若是由殷晓薇出来选，中正网界努力之战，也会战对精神差正烈。晚间9点，邀请您与世界同步，60分钟掌握全球脉动。World News 9，陈雅玲世界晚报给您崭新视野。